有一本书叫做《修行次第》，在修行次第当中都讲到了我们的心，实际上是本体是空性的，它是怎么空呢？未来、过去、现在，从3个时间来观察的时候，心的本体也不存在的。还有心的本体呢，就像虚空一样的，从这个层面来讲，也是就本体不常理的，也是空性的。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最重要的并不是心光可以安住就可以了，最重要的在安住的时候也好，或者说是在起心动念的时候也好，心它自己的本体要认识到它的本体是什么，这个是最关键的。很多人认为我心现在安住下来，好长时间都是如如不动的，哇，那很好啊。还有一些人认为我现在随时随地都可以觉察得到我的心到底在做什么，也很开心啊。实际上这并不是很高的一个境界。藏传佛教当中有个很著名的一句名言，很多修行人呢就是经常运用古巴西讲卓尔门西双本他的基本站，就是虽然知道修行，但是呢不知道解脱。就心的本体，你虽然会修行，但是你不知道心的本体是自然解脱的。所以这种修行呢，跟这个四参天或者四无色界的天人的这种禅修呢，没有什么差别的。因为你只知道是心会安住，但是呢，你不知道是心的本体是自己是空性的，自己是解脱的。就这个在很多修行人在修行过程当中，在这里会误入歧途的。